為了他令地哭，為你哭令我哭，為你很顧慮，難為你跟他一對，潑過無盡冷水。為愛他，為掛他，為願他，為了他，習慣受罪。如今他走了，請不要追，情人要被輕放，自然相處恰當，為何不聽我講？為何他會離開你？誰叫你自己不會飛？常纏在一起會換來危機。他找你不找你，你不知地對他生氣。問他等於問你，當我問候你，雙眼常作滿傷悲。誰又甘心愛你？但未怪你昨天那天真的你。若是還有骨氣，拿回前他的心機，拿去愛惜你，怎可泄氣？為何他會離開你？誰叫你沒火花點起？仍纏在一起，誰亦會怕你。他找你不找你，由他那苦衷見道理。男人總輕視你，寸步難離。原來擁吻如不放錯罪，熱情冷淡反悔，為何怎麼怎會談情後你我也學會。Hello， 熊貓寶寶。你好，咁啊，得到一眼燈，咁就淘汰。咁啊，不如因為我都唔知佢係邊個嚟嘅，咁大會就俾咗呢個我啦，咁我就可以揭盅咯喎，係咪啊？熊貓寶寶咧就係參加香港小姐入行嘅嚇，咁啊亦都係咧參演過好多唔同嘅電視劇，同我都合作過幾次添，咁亦都有喺愛回家嘅喎嚇。我哋不如請熊貓寶寶除咗個頭套係咪？海欣，俾啲掌聲佢好唔好啊？其實咧，佢已經係入咗行好多年啦，幾多年啊23年。23年，反而今日戴住個面罩，仲緊張過拍戲喎，係咪啊？係，我係真係好緊張，我係發揮唔到平時自己嗰個水平嘅。其實我都知道自己嗰個心理狀況係最要調整、需要調整嘅一件事。咁但係我又真係冇諗過自己會有眼燈。因為我知道啊，海欣好中意唱歌，但係一路唱都一路好震。係我自己太緊張。我哋不如聽一聽阿評審講嘢先，好嘛？肥媽。我同佢都同台過㗎，佢喺個台度又揮灑自如，唱歌又好又盛嘅喎，又有樣。平時我好快撳燈，我冇可能相信嗰係你。無需打開天窗，能裝不知也算體諒。無論藝人、素人，每個人喺追夢嘅時間，難免都會緊張、失準。喺追夢嘅路上，最寶貴嘅唔係永遠完美，而係每一次嘅真實同勇敢。相信經歷過今次嘅失準，會俾到葉海茵一個成長嘅經歷。期待你下一次嘅演出啦 ，Fanny。即係我今年48歲之前，人生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嘢㗎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唯一係唱歌可以令到我有返啲信心。
Fanny 嘅先生一直好支持佢嘅唱歌事業，亦因為咁，今次亦係先生不斷鼓勵 Fanny，先至令佢勇於踏前呢一步，繼而踏上中年好聲音嘅舞台。我其實有猶豫，我係不如唔好嚟啦，安分守己。因為其實安分守己本來都係我自己嘅性格嚟嘅。咁佢話唔好啦，點解你唔去參加？我對你好有信心。佢係120分嘅信心，比我自己更多。其實我對自己真係冇乜信心，識我嘅朋友就知。今天晚宴就由你負責，不必送我大門要關上。其實我真係冇諗過我會得一盞燈，同埋會被淘汰。如果唔係，我一定會補咗個妝先。我好對唔住我老公啊，因為佢比我更加對我自己有信心，佢俾咗好多 support 我。我唔會放棄唱歌嘅，我希望我可以企翻起身，可以有機會唱歌俾大家聽。多謝大家。漫長夜，寂寞從熒幕當中觸底，是時候，現時在明暗之幕中消逝，悄悄嘅能再次緊閉，獨自看望着安慰，未遠去，連帶我意亂意也流逝。紅唇烈焰極待撫慰，柔情慾望迷失得徹底嘅愛人。紅唇烈焰剩下乾涸美麗，將擁抱雙手放低，空虛的心脫軌，星星之火不可控制。我格外深愛你，將火冷卻又一次坐低。紅唇烈焰極待撫慰，柔情慾望迷失得徹底嘅愛人。紅唇烈焰剩下乾涸美麗，將擁抱雙手放低。跳緊舞啊！係啊。慾望迷失得徹底嘅愛人。紅唇烈焰極待撫慰，柔情慾望迷失得徹底嘅愛人。紅唇烈焰極待撫慰，柔情慾望迷失得徹底嘅愛人。紅唇烈焰極待撫慰，柔情慾望迷失得徹底嘅愛人。紅唇。馬騮精你好。通常睇唔到嘢咧，行下會去咗嗰度啦，或者去咗嗰度。佢啊又跳舞又盛，仲要唱快歌。馬騮精，你唱嗰啲字咧有少少口音咁樣。呢度唔係你嘅原產地嚟㗎係嘛？係冇錯。即係你喺馬騮山嗰邊自己直接爬過嚟嘅。係冇錯。好，咁啊點解咁大膽就揀阿妹姐嘅呢隻快歌嚟到參加中年好聲音咧？因為本身我好中意跳唱。你而家震晒喎，仲震過頭先跳舞嗰陣喎。係我好緊張啊！我本身有告別詞要講啊，諗住冇人會轉燈㗎，所以
頭先好緊張。咁你而家唔使緊張，吞翻晒落肚先啦，暫時可以去嗰個等候區。我哋問一問評審對於你唔使咁激動，嚟攬住。我哋問一問阿張家添老師。我開頭聽幾句，咦，我覺得你幾有節奏感喎。咁但係去到副歌咧，我又覺得你啲紅唇烈焰唱得唔夠好。紅唇烈焰極待撫慰。呢個位係精髓嚟噶嘛？其實呢個位你唔可以唱得太連嘅，你一定要係紅唇烈焰極待撫慰。你唱唔到嗰個 punch， 同埋越聽咧我就越想睇下你啲台風。但係我又唔可以裝，唔可以成咁，我又覺得你喐緊咧有少少喘氣唔夠氣嗰種感覺。咁去到後邊咧，我感覺到你好努力，個立體感出翻少少嚟嘅。咁所以就到最後嗰10秒我都係俾啦咁樣。多謝張家添老師。多謝老師。阿微微老師，我冇得咁登嘅時候，就係因為我會覺得其實呢一隻歌真係唔係好啱你。我哋又揀一首唔係自己中意嘅嘢，而係又揀一首啱自己嘅嘢，呢個好重要。加油！多謝微微老師，周國峰老師。因為我哋而家咧呢一個比賽嘅規則咧，我哋評審咧係起咗塊板㗎嘛。雖然你係擅長快歌啦，可以跳舞啦，咁你必須要咧喺個聲音嗰啲 attack 啊，嗰啲嘅節奏咧，令到我哋相信咧 OK 可以撳埋塊板之後咧，睇埋你嘅舞蹈咧，你嘅舞蹈先至可以咧幫你加到分嘅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淨係聽聲咧，暫時嚟講，我覺得咧未係處理得最好，所以我就撳唔到燈。唔該晒咁多位評審，咁多位老師。咁我哋揾翻啲馬騮山嗰啲嚟接翻你，咁啊去等候區嗰度靜待佳音，好嘛？馬騮精，佢喺荷蘭出世，係一位節目嘅主持人，曾經參與06年嘅香港小姐，然之後就加入咗 TVB， 係21期訓練班學員，亦都參加過好多參演過唔同嘅電視劇，係咪啊？不如真面目示人好唔好啊？佢係婉兒。首先，我好開心有機會參加中年好聲音4啦，因為其實我想講上呢個台都係唔簡單嘅。有一段時間我好希望自己做到一個跳唱歌手，奈何都係冇呢一個機會，未有呢一個緣分。但係我今日可以喺5位咁好嘅評判喺你哋口上面可以得到咁好嘅建議啦。我一定會記住，我一定會進步。希望大家會記住我會繼續努力。Thank you。佢將會係我哋 TVB 嘅跳唱歌手，婉兒。Thank you。多謝。多謝。桃花。桃花。桃花。那年18，無校無會，站着如流浪。那時候我含淚發誓，各位必須看到我。在世間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，屋邨你住哪一座？情愛中工作中受過的忽視太多，自尊已飽經跌墮，縱是能自討過，未曾獲得過便知我為何大動作很多，犯下這些錯，博人們看看我算病態麼？你當我是浮誇吧，誇張只因我很怕，似木頭似石頭的話得到注意嗎？其實怕被忘記，只放大來演吧，很不安怎去優雅，世上還讚頌沉默吧，不夠爆炸，怎麼有話題讓我跨做大娛樂家？幸運兒並不多，若然未當過就知我為何用10倍苦心做得出一個正常人，夠我負義論成麼？你叫我做浮誇吧，加幾聲噓聲也不怕，我在場有滿場的話，表演你看嗎？夠歇斯底里嗎？以眼淚淋花吧，一心只想你
再存在嗎？仍是我別再只看天花，我非你杯茶，也可盡情地喝吧。別遺忘有人在為你犧牲。Hello，阿678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揀一隻咁樣嘅，即係唱到哮喘嘅歌嚟到，戴住個面具嚟唱，真係好大膽喎。因為呢一隻歌本身嗰個意思就係講，其實我哋有陣時浮誇都係想人哋記得自己。咁我覺得呢一個同我啦，甚至乎可能好多藝人遇過嘅一啲經歷都好似嘅。咁所以我都好想透過呢次比賽、呢一次嘅演出去將呢一份心聲講到出嚟咁樣。咁我已經記得㗎啦。咁而家有2位評審撳咗燈嘅，我哋先問問肥媽先。我覺得你真係膽量驚人，我淨係佢嘅膽量咧，唉，真係講真，我覺得你唱得好好。好，阿海怡老師，今日聽你係第6個參賽者啦，我會話你係基本功最紮實、最穩定嘅對我嚟講，因為我覺得你嘅聲底係好嘅，但係你好明顯就揀咗個比平時更加穩陣嘅方法去唱啦，所以就係喺 storytelling 同埋呢個感情上係爭啲嘅，所以難度上同埋感情都可以兼顧到會最好咯。Clayton，你啲氣好速啊！因為我望唔到你啦，但我估計你咧應該都係唱到個膊頭縮晒㗎啦。呢啲位緊晒咧，你把聲咧就唔夠開啦嚇，因為我哋唱歌千祈唔好縮膊頭。嗱，其實我啊覺得咁啦，我覺得你揀錯咗個面罩。浮誇呢隻歌係適合獅子頭嘅，即係 wow 咁樣出嚟咧，哇嗰啲咧，呢隻好純嘅版嘅小鹿咧係有少少差咁啲。咁啊唔該晒你，你可以去動物園嗰度咧，同其他啲動物一齊咧嚟到等好消息嘅。OK 呢邊。紅笑臉，紅裙紅絲巾，白紙般坦率還天真，一對眼水晶般吸引，流轉的舞步像浮雲，忘記你，但仍然想起，越想起更加難入味。緊抱你，抱緊的只得空氣，明知得不到你，何必再要記起？一絲絲一點點燒毀憶記，一幅幅一聲聲又復燃起，怎麼捨得你？任由我長斷至死，戀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，只一心等一天日月如飛，卻等不到你，願忘記又想起你。一絲絲一點點燒毀憶記，一幅幅一聲聲又復燃起，怎麼捨得你？任由我長斷至死，戀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，只一心等一天日月如飛，卻等不到你，願忘記又想起你。紅笑臉，紅
紅裙紅絲巾，白紙般坦率還天真，一對眼水晶般吸引，流轉的舞步像浮雲。Hello， 樹紅公子，等咗咁耐，你係第10位出場，都好緊張係嘛？我盡量 relax 㗎啦，已經。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呢首歌，因為佢令我諗翻起第一次拍拖，拍咗6年分手嗰個故事，同埋我覺得呢隻歌好似一本書咁樣，去到最尾我自己特登再加翻開頭嗰段，好似冚翻本書咁樣咯。我覺得好特別呢個歌。你嘅設計係得到3盞燈，咁啊睇下評審聽唔聽到你一本書裏邊嘅內容啦。可怡老師，我覺得你攞分最大嘅點係你嘅 softness 啊。咁去到後尾嘅時候，咁有少少失誤啦，同埋都係緊張嘅。咁即係你能力嘅邊界點咧，就盡量遮好少少。高亞薇老師。其實我好欣賞你聲音入邊嘅嗰種破碎感，因為呢啲嘢係我覺得係聲音上面天生帶過嚟嘅，喺呢個位 touching 到我，所以我俾咗燈。但係咧，譬如你用聲咧，你有啲喉嚨位咧，你會偏高，偏高之後咧，你就會好緊，就會扯住唱歌，需要靠平時嘅一啲聲音上面嘅練習嚟做嘅。知道，加油！觀眾會成日覺得咧，我啲評審咧唔中意哭腔嘅。雖然嗱，你喺頭先嘅演繹當中咧都有少少哭腔，但係嗰隻咧唔成為我扣分嘅一個位嚟㗎。因為你嗰個哭腔係你把聲本身咧好天然嘅一種咧沉鬱啊，呢個係你一個好大嘅優點嚟㗎。至於今日我唔撳燈咧，主要係去到 chorus 咯，我想撳㗎，但係一下咁啊唔得啦。多謝你 ，thank you。如果有機會啦嚇，我傳授一個可以 massage 佢喉嚨嘅俾你，好嘛？咁啊等你可以咧將個聲帶咧即係可以幫助佢放鬆少少，好嘛？ Thank you，多謝你，多謝大家。